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新春的第一个礼拜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上帝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主日也是新春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何等感谢。主啊，在这新的年度，求你也更新我们，脱去旧我，穿上新我，除掉我们刚硬的心，换上新的心，满有神的形象，灵里充满，成为新造的人。在过去的年日，我们看到世上的局势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有战乱、地震、强暴、诈骗等。但主啊，你的手仍然托住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依靠得安慰。我们感谢你。我们心里也常常软弱，你总不丢弃我们。愿你大能的膀臂成为我们扶持及帮助，使我们靠你得胜有余，也帮助我们除去迷惑，存有一颗单纯的心、热诚的灵来敬拜你。求你使我们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行，因此我们的眼目可以完全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能明白你的心意，也有一颗愿意及谦卑的心，还有顺服跟学习的灵来装备自己，多做主公，荣神益人。也赐福教会的事工弟兄姐妹有一颗合一的心，彼此相爱，共同建立兴旺福音。也赐福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8首。我们唱的时候啊，第3节我们姐妹唱，第4节弟兄唱，我们唱全首。好，第1节、第2节一起唱，齐唱。拥戴我主为我羔羊在宝座上，倾听天上颂歌悠扬，声音压倒群响。我灵欣喜歌唱，因主为我受生。高声欢呼伟大君王，千秋万世无疆。拥戴生命之主，胜过死亡坟墓，击败仇敌，死而复活，亲自完成救赎。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远生命，在宝座前敬拜夫妇，一切荣耀归主。姐妹一起。弟兄，拥戴和平之君，治理掌管人群，为愿全地征战之心，只
永代万王之王，超越地狱时光，创造宇宙海空穹苍，柔美我可测量，竟然为我死我，使我得着释放，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向你敬拜颂扬。我们仍然站立，让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我穷尽。阿门，阿门。请坐。起因文，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诗篇71篇1到6节，是在教会圣经的598页。我们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有诗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71篇第1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宅。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们一起来，我必常常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是一段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要向你来祷告，求主纪念。所以我们要为着加勒比海国家古拉索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献上祷告。我们也要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高雄卫理堂献上祷告，为辛俊杰牧师，愿主带领他所服务的教会在当地能够做主的工，奉献充足，也能够在当地使更多人悔改信主，所有的传道同工身心都健康，服事都有力。
主要我们也为着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罗斯、乌克兰的战火和冲突，愿这些都止息，和平能够早日降临。愿主的安慰也在各地受苦的人民当中，医治他们身心灵的创伤。愿主的平安跟恩惠都赐给他们。求主也赐福并带领教会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满有智慧跟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结束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我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圣道礼，我们要请品从弟兄来为我们读两段经文。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1章4至10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4节起，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1至13节。第1节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米勒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慈爱；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有知道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以上是神的话。谢谢品存。我们现在要来一起翻开圣经，
诗篇16篇，在旧约的549页。今天的信息的经文由诗会来读这一段。诗篇16篇第1节：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生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6节：我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我必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愿神祝福他的话。接下来是我们正道，就请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启峰牧师来我们中间，题目是新年新生拿新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透过大卫的金诗，使我们在新年领受新的福分，领受新的生命。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是大卫的金诗，大卫的金诗一共有6篇，这是讲一个人在经历了困难、煎熬、压迫、挫败当中，他仍然昂起头来，欢欣喜乐。所以他像金子一样，经过火炼还是不衰残、不毁坏，并且越发的亮丽。所以这一首诗歌意思要告诉我们，是一个永远的福分。好，这个永远的福分有几方面？好，我们先来看第1节、第2节。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人要得到真正的福气，就是要从上帝那里领受。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其实是一个已经签了名，但是还没有兑现的支票。上帝给我们的，我的婚姻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生命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亲子关系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婚姻夫妻关系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事业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等等等。所以上帝把这给我们，但重点是我是否愿意向上帝祈求跟投靠。好，所以我简单先来谈一个重点。我发现我去 Google 一下关于那个祷告的方面，我觉得台湾几乎大部分的教会讲到祷告里面都觉得很可怕的一个发现，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一次我的儿子读高1的时候，高中1年级的时候，跑来回家就跟我说：“爸爸，上帝能做的我们不能做，我们要摇动上帝的手。上帝是以利亚的上帝，还是巴力的上帝？”我儿子那时候才几岁？才15岁啊！他说这首歌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昏昏睡觉，你要把他摇醒。而且呢，他上帝的手是花沉的，你要摇动他的手，不然的话，他那个，哇，他就有分辨力。
台湾现在大部分的教会所有祷告都宣告，然后呢，上帝你就给我背书，上帝你就帮我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思考模式，把上帝当作阿拉丁神灯的灯奴，上帝都不听我的，我不信他的，哇，上帝是我的仆人啊，错了，上帝是我的主。所以我们祷告第一个观念是领受上帝给的能力、智慧、动力、勇气，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容神益人，这才是真正的祈求。这样了解吗？来，主祷文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等等等。好。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主啊，恕我假，恕我钱，恕我大口无路用，恕我冥婚领几间，恕我欠钱免还。这是我们小时候在讽刺基督徒啦。基督徒到教会领面粉，恕我假，恕我钱，恕我冥婚领几间，恕我欠钱免还，都跟牧师借钱不要还。恕我大口无路用，恕我冥婚领几间，不是这样啦。祈求上帝给我日用的饮食的意思就是主啊。给我能力、智慧，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出于你，得获财的能力是主给的机会，求主让我去发现机会，用能力认真做工，这样了解吗？所以求上帝给我动力，给我智慧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说上帝啊，你遵行我的旨意，这是错的，这是整个把信仰里面导致的。而这个导致里面，你去 Google 一下，几乎都是这种祷告。我有参加好几个赖群组，都是这样，每天都这样。哇，上帝啊，这个不对。好，第二个，那个向上帝求保佑，来 bless God，God bless you 怎么翻译 ？God bless you， 愿上帝怎么样赐福给你或者保佑你，是赐福哦，不是祝福哦。来。Bless God 怎么翻译？称颂上帝，了解吗 ？God bless you， 还有 I bless you， 我祝福你。来，人对人是祝福，使求一个更高的主宰，把恩典、福分跟能力赐给对方，这个叫做祝福。上帝啊，求你祝福我的弟兄。上帝为什么要祝福？上帝已经最高的上帝了，还要求一个更高的神啊？不对呀、上帝绝对不可以祝福，上帝是赐福，这样了解吗？人对人是祝福。我有一次被人家请去说，我们请陈牧师降福，我昏倒啊！我哪有那个能力可以把福降给人家呢？那是天主教的、所以上帝可以降福赐福，人对人是祝福。然后呢，我祝福你，我肯定你，我欣赏你，我帮助你。使你因我得福，这就是上帝求上帝赐福的要领。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使万民因他蒙福。换句话说，神啊，求你保佑我的意思是，神啊，恩待我，乐意从你那里领受福分，并且把这个福分施予更多的人，使别人因我蒙福。这样了解吗？好。那第3节、第4节呢，就提到人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爱神跟爱人，对不对？爱神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啊，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有祈求而已。像我大年初2就急赶回去，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小朋友急了要自杀。哇！他们家人吓到了没办法。还有我有一个祷告同工就说：“牧师，你叫他祷告的时候，不要拼命求，要让他安静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软弱，我想死，我怎么样？但是我到你的面前，安静等候你。”这样了解哈？所以祷告里面有5种，有6种。第一种是对神称颂。Bless God， 然后对人呢祝福，对神感恩，对人感谢，向神认罪悔改，对人道歉，向神祈求，
然后对人呢请求，跟神交通，然后跟人呢就聆听沟通。所以这两方面是 balance 是平衡的。一个敢向上帝祈求的人，他就敢请求别人；一个敢向上帝认罪的人，就会敢向人道歉。可惜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对人这一方面很弱，尤其道歉。我以前在东吴教书的时候，对东吴的学生说：“你爸爸如果跟你道歉说，孩子，爸爸错了，孩子，请你原谅爸爸，爸爸真的不但错了，而且我伤了你的心。请问，如果你爸爸这样，你会看不起他吗？会不会骂他说：‘对你才知道’？会不会？其实我们的学生每一个都不会。有一个站起来说：‘项目绝不会，我会更尊敬我爸爸，我会更敬爱我爸爸。’然后讲完了以后，他说：‘但是你不要讲神话，我爸爸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然后就坐下来，坐下来。我们的文化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会去道歉，不会去认错，同意吗？我们的文化都是贬义的。等一下我们看下面一个，来第3节跟第4节。第3节跟第4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代替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哎，你怎么读成这样？第4节，第4节说以别神，那个神的，你看圣经哦，旁边有点点点，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也有点点点。表示希伯来文的圣经没有这个字，所以是以别的代替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请问夫妻的愁苦会加增，亲子关系的愁苦会加增是什么？就是以别的代替的。那别的是什么呢？论到世上的圣民是又美又善，然后你用别的代替，你认为你的配偶是又丑又恶，这样了解吗？你认为你的儿子个韩版个笨蛋，那你的愁苦必加增，这样知道吗？所以第3节、第4节教导我们：当你爱神的时候，同时要爱人；当你赞美上帝的时候，同时要赞赏自己的儿女。很可惜的，我们的文化很少会赞赏自己的儿女嘞，对不对？赞赏自己的配偶嘞。台湾人叫那个叫安某诶，很少人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叫阮兜的茶别，茶别是什么意思？在白茶的迄支啊，迄支较早茶拢刺牙牙，你要伸手会掉伤。那白茶机啦吼，像我们家，我小时候我父母都怎么叫我？不是叫我客风啊，叫我不中用啊，不重用的啦。那如果讲不中用，那还好，不中用啊。那个是非常贬义啊！我当牧师啊，你做个牧师啊？来，水姑娘跟水姑娘有没有差别？水姑娘是美女，水姑娘是美少女，这样了解吗？好啊，这就这样子羞辱了。哎呀，不中用啊，还好听呢。他叫我看本机啊，看本机听懂吗？盖本机的啦。表示你死在路边，没有人收尸体啦，用本机盖着啦。我看本机，我都很难听啦，就好像那个我的亲戚有外省人都说叫她老公叫杀千刀的，杀1000刀的。好了，这种贬义词都不要了，我们可不可以叫亲爱的？这样了解吗？论到世上的圣民。你可以不可以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他们又美又善，看他们的光明面，不要看他们的阴暗面；看他们的成就面，不要看他们的挫败面；看他们的那个刚强面，不要看他们的软弱面。你如果看人一直这样子你这一生都没有朋友，你这一生都被你这样子看的人都很痛苦，他的愁苦必加增。然后交电的学，哇，就是拼命。然后呢，嘴唇不提名号，那别神的名号就是咒诅，就羞辱，就贬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慕道友可以百般容忍，因为想带他信主。对初信的不要紧，刚刚信主不要紧。如果对老基督徒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执事呢，
哇，棒打我了。对牧师呢，我不在教会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喜欢看人家的软弱面，以别神代替的，以别的代替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可不可以欣赏？了解吗？我很欣赏我的儿子啊。我儿子国中的时候功课不怎么样，不很好，其实是很不好。可是他跟我讲说：“爸爸，你不要看不起我。我高中会读得比国中好，我大学会读得比我高中好，我研究所会比我大学更好。当我一出社会工作的时候，我的能力、智慧各方面会比我研究所更好。”哇！我听了好感动，就抱着他，了解吗？他果然会更好。我说：“哇，你如果结婚，以后还会更好，生孩子也会更好，因为你生孩子我就成功了，成为阿公了。生2个我就变两公，两光。可不可以自我期许会更好？啊，然后我们彼此期许会更好，这样知道吗？对不对？我的女儿曾经班上第28名，他们班上总共就有30个，第28名，问题是第1名有3个。他拿成绩给我看了，一直发抖。我说没关系啊，给我看啊。一看的时候，他已经瞪着我，会不会骂他？我说不会了。我说你这种成绩是你们班上唯一没有退步空间的，对不对？而且你是你们班上最有进步空间的，对不对？而且你这种成绩没有人威胁得了你，因为你后面没有人。但是你对你们班上同学，全班都构成威胁，同意吗？好，加油！然后你怎么不骂我？我说我面对一个最有进步空间的人，为什么骂？抱一抱，可不可以大家彼此激励、彼此欣赏？他果然翻转，下一次他成绩就哇！可不可以我们大家学习这个？亲爱的，不要去羞辱自己的孩子啦，对不对？动不动就还很慢啦，还笨蛋啦，还没有用啦，还安怎啦？都不要这样讲，不要贴标签，对不对？那个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好像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忧郁症我都会恐惧症呢，整天逼孩子忧郁症，对不对？我初二的时候去看那个我们教会那个准备要自杀那个孩子，他说：“牧师，我很丑也很难看，我不敢出去。”我说：“你有社恐啊，对不对？”我说：“你难看哪里？你身高比我，你看我身高比你矮，我都敢出来。他身高比我高很多，对不对？”我说：“你头发又帅又黑啊，我满头白发又秃头，这样了解吗？自我贬义啊，这不需要啦。神给我的这样子好。第3、第5节、第6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你看这么会欣赏自己。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要彼此欣赏，彼此悦纳，彼此鼓励，彼此祝福。这样的话，你的新年了以后，全家都一团和气，对不对？然后呢，也祝福自己。来，有一次，一个国王要选王妃，从1200个初选入围以后，到最后筛选了3次以后，到剩下12个，他就把这12个准王妃带进王宫的宝库里。然后王子说：“这个宝库里面有各种钻石、金银宝石、玛瑙、玉翠。”各种翡翠，所有的，你们愿意拿什么就送给你们。然后呢，11个就哇拼命找，哇，每一个都这样找，啊，只有一个站在旁边都不动。他说：“你为什么不动？”那个准王妃说：“请问是这个房间里面的我都可以选吗？”他说：“当然啦。”然后他说：“我选王子。”他选王子。他就成为王妃，成为王妃，这个所有礼物是不是都是他的？这样了解吗？啊，其他的让他们挑吧。当耶和华是你的产业，是你杯中的份，神为你得的是最美的。欣赏自己。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他是一个画家，他说早期他在画画整天拼了画15、16个钟头，晚上睡觉都在想他的画，然后呢，整天怎么样，你知道吗？整天看别人的画，然后就怎么样超越他，然后就越画越急，越画越气，越画越气。他说他现在不用了，他现在每天作画只有3个钟头。我说那你其他人，其他都要欣赏自己。
欣赏自己的话，悦纳，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我们人要求要有尝试，要有见识，对不对？要有尝试，又有见识，要有胆识，但是我们最缺乏的是赏识。耶和华所留给我的产业，我的配偶是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个贝聿铭大师啊，就设计东海大学那个，哇，他设计是世界最美的。他到90多岁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得意的、最让你满足、最赏心悦目的是哪一个？”他说：“就是我的配偶。”就搂着他。他说：“我懂工程，我懂设计，但是我的妻子懂得美感，让我所有设计里面充满了生命。”他们就互相喜悦，互相赞赏。我们可不可以同心经营这样的家庭？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孩子，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样子的话，会非常的喜悦，对不对？我的孩子也觉得说，他教的学生最好，然后他的工作同仁最好，哇，就很美好。当你喜悦人就不一样。我大女儿有遇到一个很难搞的病人，把他整到很惨，可是他没关系，他还是喜悦他，接纳他，帮助他。结果他呢，他那个多发性的疾病，那一个一个慢慢好，好到最后很难处理的是这个 psyche 跟 neurosis。然后呢，我女儿说：“你可不可以给陈医师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会找更多人，大家来帮你忙。”他因为信任了，都放心了，然后就开始找精神科的会诊，就把他医好到恢复。哇，好高兴呢！结果他说：“我一定要送一只大鸡送给你，送给我女儿。”我以为真的要带鸡来，结果是他画了一只鸡。画来送来，他觉得很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的地周都加美之处。好，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基督徒要警醒感恩，要凡事谢恩。他说：“我的心警戒我，警戒我是什么？当我要埋怨的时候，警戒我，不要埋怨。”我认识一个弟兄好可爱，他的妻子整个人都完全失智了，然后一直流口水，什么都不能动，然后而且还会绕野海，下巴就掉下来，什么东西不能吃，他就想办法跟医生学起来，2秒钟就恢复，然后就照顾他，他照顾得很辛苦。我跟他送他一个经节，是罗马书第12章，说爱是常以为亏欠。哇，他整个人震撼得很感动。对，我的妻子跟我拼命服务，让我今天整个产业好几亿，让我的那个工作做这么好。他真的是，我只要讲一句话就懂了。他说：“哇，他服侍我已经38年，这么好，我才服侍1-2年而已。我觉得我对他太多的亏欠。哇，他这样子照顾，觉得好美。可以不可以？”他说：“我常以为亏欠，这已经很棒了。”来，他说：“我要警戒，随时，不然的话我就容易埋怨。我们的文化太容易埋怨了啦，太容易埋怨了。”好，他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那到底是上帝在前面还是在右边呢？其实蛮有趣的。那个圣帕提克，就是爱尔兰的那个的教父，蛮可爱的。他写一首诗歌，叫做《铠甲歌》。他说：“上帝在我前面引导我，上帝在我背后支持我，上帝在我两旁陪伴我，上帝在我下面拖住我，上帝在我上面关顾我，耶稣基督在为我代祷。”所以他说，保罗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原因是他仰望上帝，上帝就在上面照顾他。
所以他就充满了感恩。诗篇16篇就这样子。所以他说：“所以上帝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最后一个，我再用3分钟讲这一节，叫做弥赛亚诗歌。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好，我们在新年里面，大家都不可以谈死嘛，对不对？那个禁忌啊，惊死人，别再讲惊死人，要讲惊得人。都不能讲死，因为死也很恐惧，死也很害怕。我有一次到马街医院呢，3楼怎么跳变5楼？我说：“为什么没有4楼？”旁边那个护理长就瞪我，我就笑一笑说：“symbolic meaning， 那个象征符号是不可以有。可是基督徒不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谁叫他从死里复活？是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将来死的时候，也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你们要知道，让上帝开你们的眼睛，看他在你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盼望的荣耀，将来要变成荣耀的身体。”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不是耶稣的死亡，不是被死亡吞灭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死亡。怎么那么拗口？我们来说一遍来。耶稣的死亡不是被死亡吞灭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死亡。很拗口就好像这个房子全部都密闭，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然后呢，灯关了，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光线没办法进来，也没办法出去。可是当我们把灯一打开的时候，请问那个黑暗跑到哪里去了？又出不去啊，又要密闭嘛。黑暗被光明吞灭了。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并且那个圣灵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徒面对死亡是什么？是进入新生命。基督徒面对死亡，是离开这地上暂时的帐篷，进入天上永恒的家乡，是换一个过新年、换新衫、换新性命，然后起新厝。所以台湾人任何的祝福，过年的祝福啊，祝你什么甜甜啊，美丽新好心啊，祝你新好心，中状元，健辉恒，后贵子，什么这些，在基督徒的死亡里面，将来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就充满了盼望。我的前面上帝引导我，我的后面上帝支持我，两旁上帝陪伴我，下面上帝我要沉下去，上帝拖住我，上帝照顾我。这样的话，还上帝在我死的时候，还让我从死里复活，得到新生命，然后到天上去，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透过这首经诗，帮助我们的自我形象非常的美好，因为你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也帮助我们看弟兄姐妹看为美好，因为他们是世上的圣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戚友，都乐意表达我们的喜悦，表达我们的欣赏，表达我们的感恩。主啊，赐福我们，让这个教会是个爱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祝福、彼此肯定、互相悦纳的教会。主啊，尤其我们的执事，尤其我们的侍奉者，更需要我们的肯定；我们的牧者也需要我们的肯定，帮助我们成为他们的支持者，成为他们的陪伴者，成为他们的欣赏者。主啊，恩待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启峰牧师今天这篇信息，这让我想到就是真的人呢很复杂，看事情也都是有不同的这个面向。但是今天教导了我们，如果是今天我们同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它是一个坏的、不好的、很悲痛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又是非常美好的。
高兴，让我们学习到今天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一切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美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新力量诗选300首的第一节。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非乃主自己为我舍立，主亲手剥这饼，主亲自地这杯，我是喝这饼杯，与主合一。圣餐礼，我们把时间就交给牧师。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新春平安！兄弟姊妹，大家新春平安！为什么要用2次？因为我们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在这里领圣餐。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年有新的改变，在新年当中有新的愿望，咱有新的改变。也许我们会有过去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好的说话的方式、讲话的这样的一个一些的态度，或者是各方面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在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透过启峰牧师的教导，也给我们有一些新的提醒。上帝在创世纪的当中，他所造的每一样，他都给予一个评语。他说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上帝都是看为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也看到每一样上帝所预备的都是好的。好不单是美跟善的意思，也代表它是有平衡的。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平衡，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美有善。启峰牧师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也常常给我一些的鼓励跟激励，因为刚刚当传道人的时候，其实压力很大。他也常常给我一些的提醒，也给我一些的帮助所以他现在自称自己叫做陈老牧师他提拔我这个老陈牧师感谢上帝，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难处会在我们的肩头上。然而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学习把重担忧虑卸给主，因为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说，主啊，我要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你，但是过没有多久，我们又从上帝的手中把它拿回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真实的交托，真实的摆上。愿上帝祝福我们，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口说赞美的言语，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以感谢和赞美作为我们的开始，让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在上帝眼中，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眼中都是看为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圣餐。在我们领圣餐之前，先跟大家做一些的提醒。我有戴上口罩，虽然我的这个感冒已经痊愈了，但是为了避免让大家有这个误会所以我还是一样戴上口罩尽量我们能够用安全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圣餐礼。那当然，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年轻人，等一下会帮大家来喷上酒精，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安全的方向跟方式上，我们来领这个圣餐。愿上帝来带领，那也愿主带领我们。我们当中，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或是哪一个族群，或是我们从哪个地方来，让我们都一起在主里，我们是同一个教会，我们是合一的肢体，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圣体与宝血。请听圣经的话，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参的同工到台前来，然后请我们的年轻人来帮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喷上酒精。
牧师，陈牧师。先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下去。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所以说呢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没关系，慢慢来。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就请我们从中间走到台前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在领受圣餐之后，也是我们过年之后开始进入职场工作的新的开始。让我们在这一周里面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从上帝来的祝福跟恩典赐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上、服事上、生活上来荣耀主的圣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主耶稣的宝血为着咱来流的，咱三甲来啉者，领受上帝的大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相信耶稣了，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来领受这个圣餐，让我们的圣餐礼也成为你灵里的祝福，成为你灵里的帮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主耶稣的宝血为着咱来流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愿主带领我们。若是还未接受洗礼的人，你已经信耶稣，但是还未接受洗礼的人，你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心肝顶，求上帝来帮咱，互咱伫咱的心内面会当来领受上帝的圣餐。耶稣基督互咱的圣餐，耶稣基督的身躯甲宝血。保守咱，互咱伫新的一冬的内面，咱会当来领受上帝大大的恩典，有智慧甲参明的心甲神伫咱的内面，互咱来服侍上帝，服侍咱伫工作的当中，拢会当来荣光上帝的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这个饼或是这个沾了之后不小心掉了，没关系哈，不要从地上捡上来吃，好吗？也不要这个从手里面拿到杯里面去捞出来，不用啊，就是我们会再给你所以请大家就直接拿了之后，我们就饼沾了杯，然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为你的新的一年开始，求主祝福你，让你在这一年当中能够领受上帝大大的恩典，每一样都是好的，
从上帝的眼光看，每一样都是蒙福跟祝福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辛苦，为着咱来拍破的；耶稣的宝血为着咱来流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来寻求上帝的恩典。咱恭敬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耶稣的宝血为着咱来流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里还有，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有领到的？如果你身体不方便，需要我们同工来服侍，请跟我们来提醒一下。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请我们一同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虽有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新力量诗选300首第2段，与主合一。我与主同定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那一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请坐。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供应我们，让我们丰富有余。主啊，这个时间我们也要从我们从你得到的献上一部分在你面前，求主悦纳，使用在圣工上，也祝福能够发挥功效。谢谢你，这一切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好，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请坐。蔡监理，我们先介绍几位新的朋友之后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来介绍一下是林昭莹、林春玲还有周少华3位。然后是周老师的同事介绍，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再介绍一位陈希忠，欢迎天一弟兄天一介绍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一次欢迎永远的欢迎。好，那我们下位把教会我们一起来唱那个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起来唱。唱第2节的时候，我们拱手问安。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成为一家人。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父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公义，因着耶稣复活的生命，让生命的喜悦都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都充满神的参见。好，请回座。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点施工的这个报告今天感谢主启峰牧师来到我们这里分享信息也求神祝福启峰牧师全家，他以及他所做的施工。今天呢，这个主日结束之后，如果是之前没有拿到那个新春金句的红包的那
请向牧师或者是招待人员索取。2月9号，就是下个星期开始，我们的时间呢就恢复到正常的时间了啊。今天是对这个国语礼拜堂是提早半个小时，是台语礼拜堂是晚了半个小时。好，那另外就是下一周的主日之后，11点45分，在201教室要召开小组长会议啊，请各小组长留步参加。那下个礼拜之后12点半，同样的是在201教室要召开2月份的执事同工会，也请执事同工留步参与。好，那第4项，2025年的年度目标是服侍众人，做主仆人。那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年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参与一项的教会服事，那也为教会要进入60周年的主题，成为祝福，充满希望来祷告。总会的第62年2届的年议会第一次的会议是在2月21号召开，要选出会督牧职会长以及会友会长，还有各委员会的主委，还有主席跟委员。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期待能够选出最适合的主的仆人来带领我们的众派。6月22号是要在上午的时候呢，举办堂庆哈，6月22号，所以说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提供照片、还有文章、影片、核磁这个部分呢，请能够尽早的提供到这个文书单位让他们可以制作手册了这些事情那卫理神学院的新一个学期要推广的教育课程是比较宗教学已经开始受理报名了请大家能够尽量参与那另外就是在3月1号，也就是星期六上午要举行律本献心礼拜，然后3月22号就正式的第一堂的律本门徒课程要开始。那我们欢迎所有曾经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开始接受报名了。那教会的姐妹会有培灵会是在3月8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半请为这个活动来祷告。好，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牧师还有没有其他报告？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短的报告。那我们今天是我们提早了聚会的时间。那请注意，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是正常的时间所以8点半我们有台语堂的主日礼拜，8点半有台语的礼拜在楼卡1楼的地方。然后我们10点钟我们是华语堂的崇拜，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无论用各样的语言，我们都能够来敬拜上帝。那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好，如果你已经上过红本门徒的课程的话欢迎我们能够来上这个绿本的门徒，它的主题是叫做扎根世界向上结果。所以愿上帝祝福，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世界里面，能够来服务这个世界，能够来服务这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让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花这个9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挑战，但是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可以用这个新的学习的态度跟方式，让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再一次的把上帝的话放进我们的心中，能够让我们能够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知道怎么样来服侍这个世界
也请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当中的一些年长跟年幼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在冬天的这样的寒冷的时候，还有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愿主带领，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强壮健康。那明天开始教会也一样开工我们的这个每一天我们都有值班的同工会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各样的需要，也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来教会里面来找牧师谈话也可以，或者是来跟我们的同工有一些的交通分享也可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的一年都更蒙上帝的恩惠。那60周年也请弟兄姐妹记得我们的时间，那请尽快的能够将我们的一些的这个文章或者是你的照片内容都可以来就是送到办公室来，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预备让我们可以在60周年，今年我们的荣光堂是60岁了，让我们满60岁的时候，也是我们新的开始的时候，愿上帝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生养众多的教会，能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这个更多的有果子能够结出来。那我们的子堂，我们的凤山卫理堂，当天也会来参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日的时间。那求主带领，让我们也能够邀请新朋友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也能够来到教会里面透过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来让人更多来认识。愿上帝来祝福。以上谢谢。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元宵节之前都算过年所以我们等下散会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到不认识的或是不太讲过话或熟悉的弟兄姐妹，彼此问候，然后彼此祝福，让我们可以彼此得到上帝的恩典跟恩惠。咱的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有机会，咱跟咱的华语堂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年，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能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更多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都蒙恩，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祝福人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那如果是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